毋过大家一定爱看阮专家有智慧，爱看哦。是会互你知影足侪知识的哦，哈。请问台湾的旧历7月是几月的这个风俗是甲倒一个古早人有关系呢？刺激好不好？秋季节啊，秋季节啊，旧历7月。咱因为我感觉死无可能，一定毋是死。春秋的啊，春秋战国无可能啊一。定毋是死。几月？我认为我是 A，你认为是 B 上？因为吼，安怎讲？嘿，这个三国的这个年代太过遥远的，遥远是你要来徛遮无？是要来到打可能有困难。哦啊，若明朝算起来几百年的时间吼，我认为较有可能。啊，甲伊姓老姓张无关系。哦但是我感觉，因为若是 B 吼，即个老撇阮啊，定定有人讲伊的什么算命啥足厉害，可能会人感觉讲甲即个鬼有关系。哦所以讲我感觉 B 有可能是罕正罕进，哦所以我感觉可能是 A 哦。 B 好啊啦好，B 好啦，啦安尼就 B 啦。老撇阮哦，好，确定。好，咱来看是毋是明朝的老撇阮对毋对？哦，为什么哈？对啊，蛮正好啊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分数。恭喜哦，恁的水某会抢到1万块的牛年分钱哦！确实是伫咧明国的时阵啦，就是咱的即个朱元璋的军师吼，刘伯温啊，伊特别较袂信即种风水地理啥的，嘿啊，伊其实就是伫民间吼传即种谣言啦，讲哦这7月歹哦，这吼几月哦，这天的降下啦吼唔好，啊怎传啊落尾电成功甲这风俗怎传来台湾安尼啦，啊所以怎变做台湾嘛？甲即个7月当做讲就是一个，但是咱7月台湾的7月佫无共，因为咱是讲鬼门开有无吼，啊但是遮的所谓的孤魂野鬼，咱家己当做是啥物好兄弟啊有无？咱毋是讲你拢莫来啥，咱是讲咱好好啊款待吼，伊嘛是可怜的无主的安尼，所以这有小可伫台湾风俗佫无共款，但是这个原来是对安尼来的啦。